港鐵錦上路站大型項目柏龍，只要一出錦上路站嘅 A 或者 D 出口，行幾步路就到屋苑。過萬尺戶外兒童天地，小朋友就可以盡情放電啦！50米戶外泳池，1.1公里長嘅湖畔緩跑徑，廣達3.4萬尺嘅水面面積，與草木園藝橋梁涼亭形成豐富層次。主會所外形採用金黃色設計，唔同設施包括運動場、乒乓球室同埋瑜伽舞蹈室等，休閒選擇多元化。室內同樂園以家庭露營車為主題，打造充滿趣味嘅遊樂天地。湖景雅座，天際雅座就最啱上景談心啦！健體會所嘅湖畔健身室備有全天候健體設備，仲可以透過落地玻璃欣賞埋更優美嘅園景。柏龍選址亦極具前瞻性，除有規劃中約43萬尺商場外，另只需一站變到荃灣元朗近300萬尺購物天地。錦上路坐擁北環線雙線優勢，半小時內穿梭九龍香港兩大商業核心。錦上路站為規劃中嘅北環線首站，加上政府推進多項新鐵路規劃，盡攬北部都會區發展機遇。由項目出發，半小時內接通主要港深口岸，掌握大灣區發展機遇。